4天3晚點樣玩轉成都九寨四姑娘溝呢？呢個深度遊玩嘅旅遊攻略，快啲點讚收藏起身啦！2到8人嘅精品小團，專車司機接送，拒絕走馬觀花式嘅旅遊。第一日專車接送你從成都出發，然後途經貓鼻梁觀景台，抵達四姑娘山雙橋溝。進入景區內咧，建議大家咁樣玩會比較輕鬆，直接咧坐佢嘅觀光車直達終點站。一路上咧可以欣賞到雪山、草原、湖泊、彩林，經典嘅大片就喺你眼前哈。晚上如果你仲有精力嘅話咧，你可以選擇去睇百萬水利工程、藍眼淚、都江堰。第二日嘅話咧，帶你去都江堰景區深度遊，1對1嘅趣味講解，遊覽松潘古城。第3日咧，九寨深度遊。10月同埋11月嘅九寨真係彷彿走進童話世界。我哋咧仲為你安排咗旅拍體驗，記錄低美好嘅時刻。第4日咧，帶你打卡秘境嘅中匝溝，被譽為九寨嘅後花園。特別安排牧民帶住大家一齊去騎馬，一邊騎馬咧就一邊欣賞風景。下午咧帶你打卡黃龍景區，山下嘅五彩池真係好似人間仙境。遊玩結束之後咧就返程成都。如果你都有計劃咧去成都九寨玩，亦都想體驗呢種2到8人嘅精品純玩小團嘅話，歡迎大家留言俾我，蘇小姐幫大家安排。